哋續講無量壽經嚇。上文就講到關於三輩往生，三輩就係上中下三輩，就顯示淨土嘅修行。雖然萬人修萬人往，任何人發心信西方極樂世界，信阿彌陀佛，願生西方，有呢種嘅實踐，原則上講呢，都係必得往生嘅。咁但係必得往生係基於佛菩薩願力嘅加持。所謂無數方便，無數嘅施設接引，就將救度嘅助緣、增上緣擺喺最重要嘅位置。只要眾生呢願意去信，願意去願，都能夠滿足救度嘅條件。但係咁樣講就講唔出佛教所講嘅因果，亦即係公平嘅法則。佛教講因果，大家都知道。因果呢，首先當然唔係命定論啦，唔係命運論，唔係宿命論，唔係哲學上邊嘅決定論。如果係咁嘅話，佛教就無需要咁強調人自身嘅修行、努力、反省、覺悟，一切就等命運安排就好啦。等呢種外力嘅對我哋嘅生命嘅支配就得啦。咁大家明白，佛教當然唔係咁樣講嘅。佛教講因果，實際上就係要鼓勵我哋去努力。你有咁嘅努力，有咁樣嘅修持，你自然就有咁樣嘅成長，咁樣嘅突破，乃至最後得到咁樣嘅覺悟。所以講因果唔係否定人努力嘅可能。好多人信因果，到最後就否定自己嘅努力。咁等因果決定，等業力決定，隨緣到最後變咗隨業，咁樣就好愚昧啊！隨緣變咗隨業啊！成日聽人講要隨緣，一切隨緣，但係當我哋講呢句話嘅時候，我哋所講嘅緣係咩意思咧？隨緣係一定係自己盡力之後先可以講嘅呢句話。自己盡心盡性盡力盡道，只有呢啲人滿足呢個條件嘅人，先有資格講隨緣呢句話。否則凡事都講隨緣，咁即係人需要努力㗎啦。遇到困難隨緣啦，遇到自己嘅成長嘅障礙隨緣啦，遇到修行嘅瓶頸唔識得去尋求突破之道，化解之道，就同自己講隨緣啦。見到個世界，見到個社會咁混亂、咁悲苦，眾生咁悲苦，隨緣啦。見到屋企家庭不和，子女又不孝，隨緣啦。咁樣仲需要做父母，就唔需要做父母啦。咁樣仲需要幫助社會，唔需要啦。仲需唔需要救度眾生？唔需要啦。所以喺呢個意義下邊講，修行其實就係逆緣而行。某個意義下邊可以咁樣講，就係逆緣而行，就唔可以俾呢啲外在嘅環境，緣就係外在嘅環境與條件決定我哋。所以一定係逆緣而行。
如果人人都跟住嗰個外在嘅環境、外在嘅條件順住去行，咁樣呢，人就唔需要再有啲乜嘢嘅責任與努力噶啦。嗱，呢啲地方我哋學佛呢，就大是大非嘅地方嚟，真係大是大非之處，就唔可以搞錯噶。你一念把持不住啊，諗錯咗，你唔單止修行無效啊，無益，實際上呢，就行緊偽善都唔定啊。表面行善，實際上係偽善。有幾多人係咁樣嚟到去冒宗教之名行偽善啫？嗱，所以要搞清楚啊！隨緣呢，就唔係話由得嗰個客觀嘅環境啊、客觀嘅命運、客觀嘅人與事決定我哋噶，唔係咁噶。乜嘢人有資格、有條件啊？講隨緣呢個字，就係盡心、盡性、盡力嘅人。你真係盡心、盡性、盡力之後，你就可以講，因為你能夠做嘅已經做咗啦。啊，你能夠奮鬥嘅，你能夠付出嘅，已經奮鬥咗，已經付出咗。啊，呢個時候就要安命，知命而安命。啊，呢個就係儒家嘅講法。儒家講知命安命，呢個命都唔係命運嚟嘅。孔子50而知天命啊！要50歲先知，咁呢個命當然唔係一般嘅命，30而立，40而不惑，不惑之年仲要再過10年，先正能夠知天命啊！呢個命點解咁簡單？如果呢個命只係命運，坦白講就唔需要50歲先知啦，20歲都知道啦。你同個20歲嘅年青人講呢個世界有命運㗎，係啊，佢好容易可以接受啊，命運好容易了解啊，因為一信命運人就唔使努力㗎啦嘛，聽天由命。孔子咁高智慧、咁高修養，都要50歲先知啊！呢個命點會係命運呢？係咪啊？所以呢個命實際上就係知道自己嘅本分。所謂份內事嘅命，呢個命係自命，天命實際上係自命，自己要求自己，咁樣叫做自命。咁命字解令，命者令也，自己要求自己，將個天收翻去自己嘅生命嘅成長上面要求自己，咁樣講天命。所以天命即自命，但係自命呢又要知進退。所以孟子講盡心知性知天，盡心知性就知命，知天呢就知道自己嘅努力，同時有客觀嘅一啲嘅限制。人點樣可以安？所以進一步就要知命、自命到安命。而家呢啲都係我哋中國人呢啲文化都係無出其右。呢啲係好深，亦都係好深刻啊！真係人類嘅生命嘅文化呢，係無出其右。你揾唔到，你喺西方你點揾到呢啲思想嘅？對人生啊，對價值世界啊，對生命嘅成長啊，對求道啊咁深嘅了解對現實世界嘅局限對人應該努力盡本分事，盡份內事自己嘅呢種自我要求，陸象山所謂宇宙內事是幾份內事，幾份內事是宇宙內事，呢啲都係唔簡單啊！呢啲思想，我哋讀書多啲大家聽課多咗啦，你就可以呢，儒佛之間互相印證，唔單止冇門戶之見，你讀書得智慧通透。就儒佛可以互相印證，生命成長之道都係通嘅，條條大路通羅馬，唔通嘅唔係嗰條路，係你，就閉塞啊嘛，思想閉塞，自己嘅智慧閉塞，咁咪唔通咯。
唔通啦，咁啊就有門戶之見有門戶之見咁啊用門戶嚟做理由啦，點會咁愚昧先得㗎？你可以想象，如果釋迦牟尼今日仲在生，孔子今日仲在生，係嘛？乃至老子仲在生，咁佢哋係乜嘢啊？佢哋一定係好朋友嚟噶嘛？日日促膝夜談啊嘛，一定係咪啊？唔通佢三個日日打交然之後咧互相指責老子你講埋啲咁嘅嘢我否決你孔子你講埋啲咁嘅嘢我咧又唔同你唔同你傾偈，unlike你，唔通佛陀會咁咩？unlike人哋嘅咩？唔會噶嘛，一定係點啊？一定咧係互相都好知心嘅嗱，中國人就有呢種智慧呢啲叫咩？宋代已經醖釀啦，呢啲叫三教同流三教融通嘅思想，三教就係儒道佛三教。咁中國人發現到之後三教都咁高智慧咁何必分三教咧？咁開始思考提出三教點樣融合嘅問題，儒道佛三教融合咁中國人就有呢啲融通嘅嘢，中國人就唔中意對立都要融通唔中意咧分你我中意咧天下大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係咪啊？即係民間啲嘅講法就咁，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但係呢啲背後嘅理念就係好值得我哋反省，就係要融合人類文化，要融合人類唔應該有對立所以你話全球化嘅思想唔係嚟自西方㗎，冇咁簡單真正有深度嘅全球化嚟自中國文化，真係嚟自中國文化。孔子講大同禮運篇都講啦嘛，係嘛？大同世界，天下大同。儒家講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最後就要平天下。中國人係天下大同嘅觀念平天下連國家嘅嗰個觀念都要超越。最後只剩下就係天下，天下就係人類咯。現代嘅語言講就係人類所以呢啲思想我哋中國人固有，中國人固有咁喺傳統文化裏邊咪講三教融合咯，三教融合咁最能夠彰顯呢種三教融合嘅咧，喺民間信仰嘅層次咧，就反而唔係佛教啦。因為佛教去固守自己佛學嘅立場，呢個好簡單嘅。因為佛教始終係佛教，咁能夠比較喺信仰宗教嘅層面，能夠兼收並蓄嘅咧，就反而道教。所以道教咧就咩神都拜嘅，道教咩神都拜。你去道教啲道觀又拜女祖啦，又拜八仙啦，又拜釋迦牟尼啦，觀音啦，觀音實有噶啦，度度都有去噶啦。咪觀音實有啦，彌勒佛實有啦，係咪？你去啲道觀乃至孔子都有啦。所以你去譬如去圓玄學院老圍嗰度沿住一路上到最頂，中間有個殿叫做三教大殿咁上下嘅圓形嘅。咁你就去睇下嗰個主殿裏邊供奉乜嘢？主殿供奉咩咪就係儒道佛三教嘅教主咯。信仰上講嘅教主啦其實孔子從來唔會認為自己係教主，老子都唔會認為自己係教主，佛陀都唔認為自己係教主嘅噃，後人先叫佢哋做教主嘅啫。三教大殿裏邊就供奉三個聖人啦、教主啦，中間嗰個咧就釋迦牟尼。中國人都好有禮貌讓個位俾印度人坐㗎，讓個主席位俾印度人坐中間，佢嚟自印度嘛。佛陀嘅左手邊咧就係老子，佛陀右手邊咧孔子啊嘛。三個坐喺上面傾偈，上邊有牌坊寫住4個字：渾然一體。渾然一體，係咪啊？咁呢啲咪中國文化精神咯。
就係圓融，圓融就係包容，就冇對立，就不分你我，就係眾生平等，係嘛？呢啲就真係中國文化好高嘅智慧，真係好高嘅智慧。今日現代化啦，20世紀、21世紀啦，咁應該建議圓玄學院擺多個位，放埋耶穌上去，4個人傾偈。不過耶穌係晚輩啲啦，佢遲出世嘛，遲咗500年先出世，晚輩啲應該坐喺下低一級，坐低一級。呢啲尊卑都係要分嘅。所以呢啲地方就睇到咩咧？就睇到呢種融通融和嘅精神。咁你而家去翻淨土嘅思想都係，就唔好分界線，唔好分咧等別。所以就萬人修萬人往，呢個門要開到最大。所以大乘佛教嘅門就叫做普門，人人都可以入，普立眾生之門。不論你嘅質素，不論你嘅種族種姓，印度就係種姓，即係階級。唔理你咩階級、身份、地位，乃至前世嘅業力、因果，全部只要你肯信、你肯念，你都能夠咧往生西方。就萬人修萬人往，呢個咧就係平等精神，呢個亦都係佛教嘅嗰種咧好宏大嘅偉大嘅胸襟。呢種胸襟係基於慈悲而嚟嘅。印度佛教就係慈悲，就係慈悲。中國文化呢種對人類嘅價值世界嘅包容，佢就唔係純粹慈悲。儒家呢種思想。佢有一種咧更深嘅一種文化哲學嘅底蘊喺裏邊，更深嘅文化哲學底蘊，就唔係純粹嘅慈悲。佛教就純粹好多，就慈悲眾生。佢唔考慮人間呢啲所謂文化嘅差異，佢唔考慮咧唔同嘅文化形態成就唔同嘅價值，唔需要考慮呢啲，純粹就係對眾生一種好單純嘅、好純潔嘅、無條件嘅悲憫。佛教就純粹係悲憫。咁呢個係宗教精神嘅純粹表現，純粹表現。好啦，咁基於呢種大乘菩薩道嘅慈悲精神、救度精神咧，所以就萬人修萬人往。但係咧，我哋亦都要分層次。如果係咁樣講，就彰顯唔到佛教講嘅因果啊，彰顯唔到佛教講嘅因果。所以平等同因果咧，留意啦，呢對概念咧，係既統一但係又矛盾嘅。講平等就講唔到因果嘅，你諗下係咪？人人都平等，咁仲使講因果嘅？係咪啊？人人都平等，咁過去嘅業力就取消噶啦，因為人人平等啊嘛。人人都平等，咁將來嘅果報亦都取消噶啦，因為人人都平等啊嘛。講平等就講唔到因果，你講因果咧就一定人人唔平等。每人都有自己嘅過去嘅業，係咪啊？亦都有今生你嘅努力，未來嘅果報，人人都唔同，亦都係人人要行嘅因果嘅路都唔同，因為業都係你做嘅，報都係自己受嘅。所以既然係自作自受，而唔係自作共受咧，即係我作業就大家一齊受，咁好唔公平啦！如果係咁就係咪啊？你做咗好事咁啊，大家一齊 share 個功德；你做咗壞事，然之後大家一齊幫你還，好似而家希臘咁啊賴債，係嘛？即係佢又爭人3000億，喂我冇錢還啦，公投咯，咁即係大家一齊 share 分咗佢，咁啊自作共受噶咯，咁樣就咁樣係咪違反佛教嘅公平原則、因果原則先？係噶嘛？你借錢就還錢，你借錢唔可以唔還錢噶嘛？不過咁。現實世界咧就唔係咁簡單嘅，現實世界咧就係越窮嗰個咧就越惡嘅。你睇香港坐喺街嗰啲就知啦。民主社會就係向基層認同，所以就賦予佢哋權力，俾權力佢哋。咁啊俾權力佢哋冇問題，但係咧就冇另一個機制防止權力被濫用，係咪啊？你俾權力佢，但係你冇另一個機制去防止呢啲權力被濫用啊嘛。咁社會咪畸形發展咯，而家咪就係咪先？所以你話如果
講公平就冇得講因果噶啦。如果講因果咧，因果就每個人要承擔自己責任，明白啦？呢個道理大家一定明啦。咁自己作嘅因就自己受，自己種嘅業咧，亦都有相應嘅果報。咁樣講嘅話咧，就冇可能咧人人平等嘅。所以記住，平等咧係喺佛菩薩接引眾生嗰面講就平等，因為呢個背後有一個慈悲原則。佛菩薩咧就無差別、無分別，平等智，一樣咁樣憐憫、悲憫所有眾生。只要你願意去，你想去，你信有西方，信阿彌陀佛，你就可以去。將個人嘅條件、個人嘅特質減到最少嗰個影響。就佛菩薩嗰種助緣、嗰種增上緣、嗰種巨大嘅方便接引嘅力量，將佢擴到最大，將個因降到最少，將個緣擴到最大。緣就係佛菩薩要救度你嘅嗰個增上緣，個力量擴到最大。個因咧就係你自己將佢減到最少，咁樣咧就能夠接引所有眾生，萬人修萬人王。個邏輯係咁樣，背後個道理係咁樣。但係咁樣講咧，就只能夠講到佛菩薩救度眾生嘅方便同埋平等性。平等背後係慈悲精神，慈悲一定平等嘅，一定係無上救度嘅，好似《金剛經》所講，無上救度，就救度無數眾生，實無眾生得救度者。唔會因為咧你係咩背景，你係咩出身，你係咩嘅條件，就有優先次序嘅，就冇嘅。呢個明白啦？呢個就平等精神。但係咧講平等就講唔到因果啦，所以因果咧就要去到淨土世界，就要重新再講因果，因為呢個冇得違反嘅。呢個唔可以違反呢個佛教嘅基本原則嚟嘅。生命存在、宇宙存在基本嘅法則嚟，呢個係法呢個就係因果。所以法咧，你咁樣講咧，佛家嘅哲學咧，呢個法字咧就既含有平等精神，亦同時含有因果原則。而平等同因果咧又係矛盾嘅，初步講。呢啲就係佛教哲學。你掌握呢啲佛教哲學咧，你先真正了解佛學，唔係咁簡單嘅真係唔係咁簡單。好啦，咁而家講咧，你講平等就喺佛菩薩嘅救度上邊講平等，但係講因果咧就要去到淨土世界就要講因果。淨土世界講因果咧，所以就要分三輩咯。講因果啊嘛，講因果咪就係睇下你先前嘅條件。你嘅生命嘅質素、你嘅能力、你嘅智慧、你嘅素養，呢啲全部就係因。每個人都係自己生命嘅因。咁有此因就必有此果喎。咁所以去到西方咧，就呈現出唔同嘅生命嘅層級出嚟。呢個就不可免啦。所以就有上中下三輩，就咁樣嚟嘅。如果唔係就唔明噶啦，係嘛？你萬人修萬人往咁啊，去到咁咪平等咯，繼續平等落去，做乜要分三輩咧？唔單止三輩啊，係九品啊，係九品喺《觀經》裏邊，《觀無量壽經》就講九品往生啊，上中下三輩，每一輩再分三個層級，咁三該九啦，就九級。咁啊，其實如果你要分啊，何止九級咧？呢個世界啲眾生咁多，我9981都得。係嘛？你81再乘都得，因為啲世界眾生咁多呢間學校讀書一級一級上都應該分多啲班數啦，分多啲級數啦。不過9級就俾到你一個清晰嘅概念，再分咧就只係一種邏輯上嘅要求啫。其實照我講啊，點知9級，人人都唔同。嚴格嚟講，每人一級，獨自成班。菩薩單對單教學。應該嚴格嚟講應該係咁，個別教授真係㗎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覺得解呢個只係佛嘅智慧啫，方便說法嘅智慧啫。實際上人人聽都唔同嘅，係咪好似而家聽經咁樣，我講一句
大家都話明啊，但係明嘅程度都唔同㗎。有啲係明嗰部分同一句話，有啲係明呢部分，有啲咧就明嗰少少，有啲係明呢邊少少。所以點止9級啊？如果照佛教因果道理，就人人唔同。咁所以咧就要分等次，就係咁解，分上中下三輩，分等次。咁概括嚟講就係3等。觀經講咧就9等。咁樣講咧，背後嘅哲學係咩咧？佛家嘅哲學就係因果啦。所以分3輩，分9品，背後嘅理念就係講因果。萬人修萬人往，邊個肯修淨土，全部都能夠去，冇一個例外。呢個就係講平等，平等背後就慈悲精神，慈悲精神背後就菩薩精神，菩薩精神就係大乘精神。大乘精神嗱，咁兩邊講啦，兩邊講就平等同因果嘅統一，淨土就係所以淨土背後嘅哲學就係平等同因果嘅統一啊。嗱，咁上次咧就講咗呢3輩眾生咯，咁但係我提大家3輩裏邊有一點係好有意思嘅，就提及到不論你係邊一輩，你一定應當發菩提心啊！發菩提心也者，就誓願成佛，誓願救度眾生啊！大家都熟悉啊，菩提心就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啊嘛，就係無上正等正覺心啊嘛，無上正真道義啊嘛，嗰個經典嘅唔同嘅翻譯就係無上正真道義，無上正等正覺。咁呢啲地方講咧，就係誓願成佛啦，誓願成佛就誓願救度眾生。咁呢啲精神好顯然就係大乘菩薩精神嚟嘅喎。咁所以你信阿彌陀佛往生西方世界，就唔係一個福德嘅觀念嚟嘅，同你求生天咧就唔同啊！世人修道就求生天，因為天咧就係一個福報享樂之地。就能夠咧享受人間不能享受嘅快樂。咁呢個咧就離開咗咧現實世界痛苦嘅一個咧理想嚟嘅。現實世界就痛苦，眾生喺呢度受各種痛苦嘅煎熬，咁好想咧離開啦。喺下一世咧能夠享樂啦、享福啦，享受呢種永恆嘅福樂啦。咁所以咧就求生天咯，求生天呢個係好容易明白嘅。西方嘅宗教基本上都係呢個層次嘅，就求生天，生於天堂，免受地獄之苦。咁但係咧，佛教咧就唔單止鼓勵我哋來世嘅福德嘅追求，更重要就係要求道、修道、要悟道、要成佛。咁所以大乘講就唔係離苦得樂咁簡單，唔係離苦得樂。呢個樂要有更高嘅層次嘅了解啦，就唔係自己自樂啦，要眾生共樂啦。咁所以就要救道，救道就要發心自己先成道，先完成自己覺悟嘅理想，然之後翻轉頭就係要幫助所有嘅眾生咯。嗱，咁樣咧，照佛經講呢個就叫發菩提心。所以發菩提心咧係大乘嘅理想嚟嘅，係大乘嘅理想。咁你睇到上中下3輩咧，而家經文講都要發菩提心。嗱，譬如上輩講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無量壽佛，修諸功德，願生彼國，就提到發菩提心啦。中輩咧就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念無量壽佛，意思一樣啦。下輩咧就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念乃至10念啦，至少要有10念，念無量壽佛，願生其國。咁不論上輩、中輩、下輩3輩咧，都要有呢種咧發菩提心嘅要求。咁呢點咧就提醒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意思啦，就係信西方往生西方世界。實際上係實踐緊菩薩道，實踐緊菩薩道，而唔係一個福德享樂
來世領受福報嘅觀念。如果係福德享樂嘅觀念，純粹只係來世享受福報，咁呢個就不如生天啦。同世間一般宗教就冇分別，世間一般宗教冇分別。所以有人呢就同西方嘅基督宗教嘅信仰生天堂比較，咁啊話佛教呢種西方淨土嘅思想呢就好類同於基督宗教呢種呢生天國嘅觀念。咁的確嘅喺比較上你可以咁樣講，咁但係實際上亦都有好多本質上嘅唔同，本質上嘅唔同。譬如我哋頭先講因果同平等嘅統一，乃至剛才剛剛講呢個淨土嘅信仰呢，就係要有菩提心嘅理念喺裏邊嘅，要有發菩提心呢一個嘅條件喺裏邊嘅，就同西方好唔同。西方冇呢樣嘢，因為西方亦都唔存在人可以成神呢個可能，完全只係上帝嘅教導。咁呢啲呢亦都係可以講係好唔同東西方思想好唔同嘅地方。雖然好類似，喺宗教嘅形態上好類似。好啦，咁上邊所講嘅就三輩。咁下邊呢一段好長嘅詩歌呢，就其實就係一種讚嘆嚟嘅啫，就讚嘆阿彌陀佛嘅功德。咁我哋可以讀得快少少跟住呢一段。然後呢，下文呢，西方三聖裏邊左右嘅脅侍就係觀世音菩薩同埋大勢至菩薩乃至彌勒菩薩就會出場啦，就會出場。咁我哋可以講完呢段詩文就接住講幾位菩薩嘅相關嘅開示。咁佛告阿難：無量壽佛威神無極，十方世界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諸佛如來莫不稱歎。咁下邊一段長嘅詩歌同埋接住落去嘅長行都係呢個主題啦，就稱歎阿彌陀佛。於彼東方恒河沙佛國，無量無數諸菩薩眾，皆悉往詣無量壽佛所。就係話呢，無數嘅世界嘅菩薩都願意去到西方極樂世界禮拜無量壽佛，恭敬供養，恭敬佢同埋供養佢及諸菩薩聲聞之眾，乃至恭敬禮拜當地修行嘅菩薩當地修行嘅呢啲修行人啦，聽受經法啦，去嗰度繼續學習，聽經學佛，宣佈道化，宣佈道化即係講道啦，說法啦，將佢咧開示啦。南西北方四圍上下亦復如是啦，唔單止東方，東南西北乃至上下，總共十方啦。其實就係十方世界所有嘅菩薩都願意前往阿彌陀佛嘅世界呢，就修道、聽經、學佛，進一步呢，就係去弘揚佛法嘅。爾時世尊而說頌曰：世尊就係釋迦牟尼佛啦。釋迦牟尼佛講到呢度呢，就念咗一首詩歌，就進一步稱讚無量壽佛嘅功德嘅，就話啦：東方諸佛國，其數如恒沙，彼土諸菩薩往緊無量國。無量國就係無量壽佛，國就係國者國者無量就無量壽、無量光所以叫無量。就東方諸國嘅菩薩呢，就去禮拜無量壽佛，南西北四圍上下亦復然啦。呢度就十方世界。彼土菩薩眾往緊無量國，一樣啦，去禮拜無量壽佛。一切諸菩薩各祭天妙花，祭即係送贈嘅意思，送贈呢啲微妙嘅天花，寶香無價衣，供養無量國。將呢啲寶香啦、天衣啦、微妙嘅天衣啦、天神所穿着嘅衣服啦，就去送俾無量壽佛供養佢。咸言奏天樂，唱法和雅音，
歌嘆最勝尊，供養無量國，就為佢演奏天音啦，天樂供養咧無量壽佛。究達神通慧，遊入心法門，具足功德狀，妙智無等倫。無等倫即係冇辦法可以與之相比者，咁啊叫做無等倫，即係無與倫比嘅意思。無與倫比啊！慧日朗世間啊，智慧嘅太陽叫慧日照耀世間，消除生死雲嗰啲生死嘅烏雲咧，俾太陽一照都消散啦。就生死輪迴生死輪迴嘅烏雲。恭敬繞三匝，稽首無上尊啦，就向佢作出禮拜問訊。無上尊就係無量壽佛啦。見彼嚴淨土，嚴淨土就係西方嘅嚴淨嘅佛土，微妙難思議，因發無量心，願我國亦然。所以呢啲菩薩呢，十方世界嘅菩薩，全部見到西方世界咁莊嚴，都發心，希望自己嘅國土將來都變成咁莊嚴。願我國亦然。呢度一段，然後第二段呢，就再講啦。應時無量尊，無量尊即係無量壽佛，動容發欣笑啦。就當好多嘅菩薩嚟到去問訊禮拜，佢就微笑，展露出佢嘅微笑，口出無數光，無數嘅光明就喺佢嘅口裏邊放出嚟。呢個呢係印度吠陀嘅神話嚟嘅。就據說生主呢就會放光，喺口裏邊放光，同埋喺口裏邊呢就生出婆羅門，婆羅門咁呢個係印度古老嘅神話嚟嘅。咁而家呢就用呢個古老嘅神話呢嚟到去象徵無量壽佛啦。就口出無數光，遍照十方國，所有十方世界嘅佛土全部俾無量壽佛嘅光明遍照，回光圍繞身，三匝從頂入，一切天人眾踴躍皆歡喜啦。然之後啲光咧繞住無量壽佛三次，然之後再喺頂門入翻去無量壽佛嗰個體內。所有嘅眾生所有嘅修行人見到咧都好歡喜，好踴躍，好感動。大士觀世音，整復稽首聞，白佛何緣笑，唯言願說義。咁觀世音菩薩咧喺側邊，見到咧無量壽佛有呢一個嘅表現，於是乎咧就問啦：點解佛陀你即係無量壽佛你有呢一個嘅表現呢？你輕輕嘅微笑放出佛光，再喺頂門進入希望你能夠為我哋開示點解你有呢一個嘅表現出嚟呢？梵聲猶雷震，八音唱妙響啦。梵聲猶雷震，八音唱妙響，呢個咧就係講緊無量壽佛。無量壽佛咧就開示，所以就梵聲震動，八音演唱。八音咧就係佛說法嘅八種微妙音聲，咪包括咧極好音即係好動聽即係嗰把聲一講咧你就成個人咧全部接受晒。即係好動聽，好感人聲音都係一種說法嘅力量嘅展現嚟㗎。聲音有嗰種咧感動人心嘅力量。所以你聽一個人講嘢你喺嗰把聲裏邊，你都能夠判斷到好多嘢嘅。聲音係一種力量所以有極好音，有柔軟音，有和適音。和適音即係剛剛好，唔高唔低，唔大唔小唔急唔緩。係咪尊慧音，不世音，不世界嘅世即係話咧，令人咧好容易生起敬重嘅，唔係呢個世間可以聽到嘅。不世音，不誤音，深遠音，不歇音。不歇即係唔會歇止嘅，一路講一路講永遠講落去都唔會停嘅，連續不斷廣播唔會疲倦嘅，不歇音。呢個八音。佛陀說法咧就以八音說法，
八音。好啦，咁而家咧就話觀世音菩薩咧就問啦，問阿彌陀佛啊，點解你會笑啊？點解你會有咁嘅表現啊？一定咧係有嘢想同我哋講啊！咁啊，請阿彌陀佛開始啊！咁啊，八音唱妙響咯，以下就係阿彌陀佛嘅開始，就話啦：當受菩薩記，今說人諦聽啊！嗱，而家咧就願意為所有嚟到嘅菩薩作出受記。受記簡單講就係預言。預言佢哋將來必得成佛，就唔單止只係預言啦，進一步就係鼓勵佢、支持佢、加持佢，肯定佢嘅努力。今說人諦聽，人就仁者，仁者即係閣下。我而家會開示就叫今說。仁者咧就應該諦聽，即係在座各位應該靜心聆聽，或者諦聽，用心聆聽，靜心聆聽。十方來正視，唔識知彼緣啦！大家咧從十方世界來正視，即係呢啲菩薩啦，行緊正道嘅修行人啦。我完全知道你哋嘅心緣，叫做唔識知彼緣，自求嚴淨土。你哋咧好希望能夠求取到一個莊嚴嘅淨土。受決當作佛，而家咧你哋係受決者，受決者即係被受記者，叫受決者。決定你哋將來必得成佛，因為佢哋被受記啊嘛，所以叫受決者。呢啲菩薩都係受決者，將來必得成佛。覺了一切法，猶如夢幻響，到最後你會覺悟，你會發現一切存在。呢個法係解存在。一切嘅存在就好似夢幻音響咁，就係《金剛經》最後嗰個4句偈啦。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嗰個意思叫做夢幻響夢幻響。而家你哋明白啦，一切存在如夢如幻如化，滿足諸妙願，必成如是剎。咁我一定咧會幫你哋，你哋自行成佛，亦都會一定完成呢個建設淨土嘅妙願。呢個佛剎一定會被你哋完成，被你哋完成。知法如電影，究竟菩薩道，其諸功德本，受決當作佛啦。知道一切法，一切法就存在啦。一切存在，呢個法就係一切法，呢個法就係存在，所以就知道一切存在如電如幻如響如影，簡稱電影。唔係而家啲電影喎，唔係 movie 喎，電影係如夢如幻如響如影嗰個電影喎，即係夢幻泡影，電影就係夢幻泡影。所有嘅存在其實都係一如夢幻泡影一樣如露亦如電而家咧你明白啦，你就進入究竟嘅菩薩道，就係成佛啦。所有嘅功德嘅根本就係因為你得到呢個覺悟，所以你決定成佛，受決當作佛。通達諸法性，一切空無我，為求淨佛土，必成如是剎。就話啦，你而家已經通達啦，通達之後就明白諸法本性，一切存在本然之性，叫做法性。法性即係實相，實相即係一相，一相即係無常。所以就講如幻如化啦，如幻如化就係無常。所以就講一切空一切法都係空嘅，就諸法皆空。既然係空，就冇所謂冇所謂我嘅存在啦。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耳鼻舌身意啦，無五蘊，乃至無四諦，無十二因緣，全部都係一切空無我。咁大家咧就明白啦，呢個就係觀空即係觀空。所以以上呢段全部就係講觀空。啲般若經係共義嚟噶嘛，呢啲係。所以去到就能夠觀諸法空常，就收到呢種空觀。但係收到空觀咧，奇怪啦，
諸法皆空，如夢如幻，反而能夠成就佛土，或者話反而先至能夠成就到佛土，成就到一個清淨嘅佛土，就為求淨佛土，必成如是剎。呢個就好有智慧啊！呢個係好有智慧，能夠觀諸法空相者，方能成就諸法之有，即空即有，先空後有，空即是有，有即是空。呢個就大智慧啦！呢個就係所以先要觀空，再要去觀有。最後就即空即有，即有即空，呢個就佛智啊！呢個就佛智啊，一切種智啊，呢個叫做呢個好有意思啊！呢個咧就解釋到，或者至少咧初步俾到個答案啊！好多人咧就係喺空與有之間咧就搞唔通嘅就好矛盾嘅，好掙扎。咁空與有啊，大乘佛教講諸法皆空。咁一陣間咧又話唔係啊，唔係空㗎，有個西方世界喺嗰度啊，等住你去啊，咪即係有啦。咁即係空定有啊？如果你讀般若經、讀心經、讀金剛經，咁所有嘢都係如幻如化啦，都係假㗎啦。咁但係咧轉個頭咧就話唔係假㗎，係真㗎，有個西方極樂世界喺嗰度等住你㗎。你所以咧你讀佛經有陣時真係搞到自己分裂㗎，真係分裂啊！你搞唔通啊嘛〜係咪啊？所以我哋早課晚課一方面就念阿彌陀佛、念阿彌陀經啦，就要去西方啦。咁念阿彌陀經又要佢念金剛經喎，金剛嘅諸法空相啊嘛，即係去完佛土又諸法空相，係咪啊？你真係，所以到最後就唔好諗咁多啦，大家念就得噶啦。即係你諗唔掂啊，你係冇辦法，你嘅思想根本冇辦法去到嗰個層面啊嘛，去唔到啊！你點通達啲佛學啫？通達唔到，冇咁嘅訓練，冇咁嘅訓練，所以到最後就念啦，唔好問咁多啦，你念啦。所以師傅同你講，念啦，跟住念，唔好問咁多，念咗就有功德噶啦，就訴諸功德到最後，係咪啊？咁訴諸功德唔係唔啱，但係咧佛經咧到最後咧都係希望我哋能夠通達佢嘅智慧嘅，通達嘅智慧呢啲就好有啟發。經典呢啲先有啟發。即空即有，即有即空，先空後有，就先觀諸法空常，如露如電，反而咁樣咧就成就到一個真實嘅淨土，先成就到一個真實嘅淨土。呢個智慧高啦，呢個智慧。好啦，咁呢個咧就係無量壽佛嘅開示，極高智慧嘅一段話，唔簡單啊！呢段話真係唔簡單。好啦，咁跟住咧下一段咯，就話啦，諸佛告菩薩，即係話十方嘅世界嘅諸佛啦，就向自己嘅眷屬嘅菩薩咧就開示啦。即係大家一齊聽到無量壽佛以上嗰番話啦嘛，就回應咯 ，feedback 咯，就話啦，今緊安養佛，安養佛即係安樂世界嘅養護眾生嘅佛，安樂世界即係極樂世界，所以安養佛咧即係無量壽佛，就喺安樂世界養護眾生嘅無量壽佛，簡稱安養佛。而家就話啦，十方世界嘅諸佛無量壽佛啦嘅功德係好大嘅，就講以下呢番話，就話啦，聞法樂受行，受持奉行受持奉行。大家聽到阿彌陀佛嘅開示無量壽佛嘅開示，你哋要感受到好欣慰好安樂，疾得清淨處，疾得即係好快就得到啦，你身心咧就清淨。至彼嚴正覺，便速得神通。你係去到呢個清淨嘅世界，阿彌陀佛嘅淨土世界就嚴正覺啦，好快就得到各種神通啦。必於無量尊，無量尊就係無量壽佛，
喺無量壽佛嗰度就受記成等覺啦，你就得到佢嘅受記，最後就成佛。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一個意思啦。就基於阿彌陀佛嘅本願嘅力量，上文講咗就48願。聞名欲往生，你就聽到阿彌陀佛嘅名號而願意往生西方嘅，皆悉到彼國，一定可以去到，全部去到。去到之後呢，就成就進入不退轉位，就阿毗跋致。進入阿毗跋致永不退轉嘅階位。所以我哋都講過，你去得到西方呢，就唔會再墮落噶啦，只會向上。就唔會再墮落噶啦。菩薩興志願，願己覺無疑。所有嘅十方世界菩薩去過之後，覺得太好了，呢個我哋全部都要成就。咁啊興志願就各生起，自己成就一個淨土世界嘅願力啦。願己覺無疑，希望自己嘅國土都能夠變成阿彌陀佛一樣咁美好嘅淨土啊！普念度一切，明顯滿十方。咁希望咧能夠度脫一切眾生。菩薩嘅聲名都能夠遍滿十方世界。令眾生咧可以生於彼土啦。奉事益如來，飛化遍諸剎，恭敬歡喜去，還到安養國。安養國即係安樂國啦。咁所有十方世界嘅菩薩咧，就侍奉如來，用佢哋嘅化身就遍行所有世界，叫飛化。化即係化身，用佢哋嘅化身遍行諸剎所有嘅世界，然後咧喺嗰個世界說法，度化嗰個世界嘅眾生，然後就最後就翻去西方世界，繼續聽阿彌陀佛開示，就還到安養國。係咪呢度又一段？呢首詩歌你分開幾段了解下。呢度又一段嘅，然後咧下邊就最後一段啦，就講翻釋迦牟尼佛嘅開示，就話啦：若人無善心，不得聞此經，清淨有戒者，乃獲聞正法啦。一個人咧，如果冇努力冇修持，行不善，行十惡，佢就唔會聽到呢部經典嘅。即係呢部無量壽經啦，就唔會聽到嘅。咁相反咧，能夠聽到就係因為你過去清淨有戒者，有戒咧即係你自己嘅修行，你自己嘅對自己嘅行為有要求。為人咧嗰個生命咧都係比較清淨嘅，所以你先有機會聽到呢一部嘅經典。曾近見世尊，則能信此時，謙敬聞奉行，踴躍大歡喜啦！踴躍大歡喜。又或者呢，你曾經見過佛陀，親自聽聞佛說法，你先可以咧相信一件咁嘅事。咩事啊？就有阿彌陀佛淨土嘅存在。謙敬聞奉行，所以你就會好願意去信仰，然之後跟住去做，好歡喜。聽到呢個西方世界嘅信息。相反啦，驕慢弊懈怠，難以信此法，宿世見諸佛，樂聽如是教。如果你個人好驕傲、怠慢，好多嘅障礙，好懈怠，唔努力，咁你咧就好難相信咧有西方世界嘅存在嘅。你過去世如果見過諸佛，你今生咧先正會樂於聽聞關於西方世界嘅教導。聲聞惑菩薩莫能救聖心，譬如從生盲，欲行開導人啦。如果你作為聲聞乘嘅小乘嘅弟子，又或者成為菩薩，居然呢唔能夠明白阿彌陀佛嘅心意願力嘅，所以救聖心你呢就相同於一個天生嘅
瞎子、盲人一樣，就居然想去帶領別人，欲行開導人嚇。咁其實即係話做唔做得到啊？盲人帶唔帶領到別人先？帶領唔到嘅喎。嗱，如果你居然你唔信阿彌陀佛，唔學西方嘅思想，而想去帶領別人，得唔得呢？唔得嘅，唔得嘅，做唔到嘅，咁嘅意思嚇。如來智慧海，深廣無涯底，二乘非所測，唯佛獨明了啦。如來嘅智慧係深不可測嘅，二乘即係聲聞乘、獨覺乘嚇，係冇辦法了解嘅，唯有佛先正明白嘅。啊，呢個就係《法華經》嘅意思啦。啊，呢句話好顯然就係《法華經》嘅意思。啊，同埋聲聞緣覺啊，冇辦法了解嘅。佛陀嘅智慧係唯佛與佛乃能夠盡諸法實相。啊，其他聲聞獨覺弟子係冇辦法了解。假使一切人具足皆得道，淨慧如本空，億劫施佛智，窮力極講說，盡受猶不知，佛慧無邊際，如是智清淨啊！呢度要連埋解下呢8句，就話咧，假設所有嘅人已經得道，用佢哋咧清淨嘅智慧，已經明白諸法空相啦，即係正空啦。然之後一齊去思維，用1億劫嘅時間去思維，思維乜嘢呢？思維無量壽佛嘅智慧，呢個佛字嚇，思佛智呢個佛字係無量壽佛嘅智慧。然之後呢，思維完之後就想講翻出嚟，介紹俾大家知道，窮力極講說，盡壽猶不知啦嚇，去到咧生命終結都講唔完啊，壽盡之日都講唔完，係咁嘅意思啫啊！咁即係強調無量壽佛嘅智慧咧不可思議，其實就係咁嘅意思。無量壽佛智慧不可思議，因為咧佢嘅智慧係無邊無際、無可測度嘅，係最清淨嘅。壽命甚難得，佛世亦難值。人有信慧難，若聞精進求，聞法能不忘。見敬得大慶，則我善親友，是故當發意。呢個8句又應該一齊讀。人呢有壽命，人得長壽係好艱難嘅。講緊眾生嚇，眾生得長壽係好艱難。能夠在佛住世嘅時候，能夠值遇佛陀出世說法，更難，更難。人有信慧難，一個人能夠有真誠嘅信念，好難。有真實嘅智慧更難。如果聽到佛法而去精進求法，聽聞到佛法之後呢，能夠唔忘失，仲難，就一級比一級難咯。第一難呢，就係長壽，因為好多眾生朝生暮死啊嘛，佢根本就冇時間去聽，冇時間去學，呢個壽命太短啦。咁第一長壽難。第二長壽之後聽到佛陀說法更難，聽到佛陀說法之後能夠有信念有智慧，難上加難。好啦，有咗信念有咗智慧之後精進去求法，然之後聽到唔忘失，難上加難嘅難。咁你將個難一路寫落去得噶啦，就越嚟越難，係咪啊？越嚟越難。然之後咧聽到之後生大慶，大慶即係大歡喜。好難啊，極難極難。咁呢啲人呢，則我善親友，呢啲就係我嘅親友嚟嘅。佛陀話呢啲就係我嘅親友，所以你哋應當發心啊，應當發心。發心意思就鼓勵你去西方世界，修西方、學西方、往生西方。最後咧總結就話啦：設滿世界火，必過要聞法，會當成佛道。講濟生死流呢個總結啦。假設呢個世界生起劫火、大火因為世界毀滅嘅時候會生起劫火，一個時代毀滅嘅時候即係成個世界會生起大火。佛經咁講呢叫劫火。就算生起劫火，你都要下定呢個決心，一定要跨過去，叫必過。過就係跨過去，跨越呢個劫火嘅障礙。
做咩呢？要聞法，一定要去聽聞西方世界嘅教法，一定要。會當成佛道，最後決心成佛，最後就講濟生死流啊！生死流就眾生啦，眾生嘅生死之流。翻過嚟就要回向眾生，救度眾生，就係咁嘅意思。呢首詩歌係一個小結啦，一個小結。咁下文咧再講咧，就講眾生往生世界之後咧，佢個生命嘅素質啦，生命嘅素質。咁其實上文都講咗噶咯喎，往生咧就分三輩嘅三個層級。呢個就直接從嗰個眾生本身嘅因果關係上面講，就講翻佛教基本嘅因果關係，亦即係公平原則。你有幾努力，你有幾多嘅質素，你往生之後咧，你就會相應翻喺嗰個層級嘅。咁而家講嘅眾生嘅質素咧，就唔係喺嗰個因果上講，係喺理想上講，係喺佛菩薩嘅方便智慧嘅保證上面講。去到嗰度，眾生嘅質素就可以得到保證。呢個係眾生質素之保證，保證啊！好，咁啊呢度咧開一個新嘅章節啦，就講呢種往生之後眾生質素之保證。佛告阿難：彼國菩薩皆當究竟一生補處。呢個上文講48願講過噶啦，去到咧就一定咧可以最終成為一生補處，叫做究竟一生補處。一生補處咧，即係話過埋最後一生就成佛。現在一生補處嘅菩薩就係彌勒啦，就係彌勒。所以最後大家都可以去到好似彌勒一樣嘅一生補處嘅階位，最後一定可以。咁其實言下之意即係保證你去到西方咧，最終必得成佛。呢個意思都反覆講過噶啦。咁但係中間就需要經歷修行，去到西方就繼續修行，繼續努力。好啦，究竟一生補處就隨其本願，為眾生故，以宏誓功德而自莊嚴，普欲度脫一切眾生者。咁除咗某一類菩薩，因為佢自己本身發願，佢為咗眾生咧，願意去再成願往生，即係成願再生嘅呢啲菩薩，咁佢就唔係一生補處啦，佢仲要生多幾次。咁呢種生咧，係基於佢嘅願力而自發喺某一個世界再往生嘅。咁目的只有一個啦，當然就係為咗度脫當地嘅眾生，度脫當地嘅眾生。咁呢啲菩薩咧就除咗佢哋呢一批之外，所有都會成為一生補處，即係有例外啦，有例外。咁呢啲例外咧，完全係基於佢自己嘅本願，往生嘅本願，而去到唔同嘅世界去再繼續救度眾生嘅緣故啫。阿難，彼佛國中諸聲聞眾身光一尋，就話啦，去到西方世界咧，不論所有嘅聲聞嘅大眾佢哋咧會發光嘅身體。咁其實人嘅身體都發光嘅，就算大家嘅身體都有光嘅，只不過咧平時你用肉眼就睇唔到嘅。你要用咧直覺嘅能力，簡單啲講就直覺嘅能力，直觀嘅能力，你就發現人體有光，咁睇下佢咩顏色，你就可以睇到咧佢身體嘅情況啦，健康嘅情況啦，乃至佢嘅思想啦，佢嘅生命嘅內涵啦、質素啦。咁光亦都有厚有薄，有唔同嘅顏色，有厚有薄，咁因應你自己嘅修行嘅階位啦。咁而家咧就用呢個道理去講西方嘅眾生，就聲聞眾咧喺西方就身光一尋，一尋咧就係兩隻手向左向右打開嗰個距離就一尋，咁為之一尋。個光咧有一尋，一個圓周咁圍住嚟。菩薩光明照百由旬啦，
咁菩薩嘅光咧就光好多啦。菩薩啲光咧有100由旬，100由旬係好高噶啦，非常之高噶啦。因為由旬有唔同講法嘅，咁應該一個山咁高噶啦，至少係呢個大山咁高啦。咁有2個菩薩呢啲光咧就最犀利嘅，就照遍三千大千世界嘅。咁大家都估到係邊兩個啦？有二菩薩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咁一定咧就係西方三聖嘅左右協時啦。咁柯蘭咧就暫唔知，就問佛啦。咁比二菩薩其號云何咧？係邊2位咧？咁釋迦佛咧就同佢講。佛陀話：佛言一名觀世音，二名大勢至。大家好熟悉啦，觀世音菩薩。咁特別觀世音菩薩咧，就同我哋此土眾生嘅因緣就特別係深厚因緣特別深厚。咁好多經典都提及到觀世音。最出名就係《法華經》嘅普門品啦。《法華經》嘅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以前我哋都講過啦。咁第2位咧就大勢至菩薩。此二菩薩於此國土修菩薩行，命終轉化生彼佛國。原來咧就講翻咯，呢2位菩薩原來咧就係當地嘅人嚟嘅。咁咧就喺嗰度咧就修行，修行之後咧就一路升進，最後就成佛。命終轉化，最後咧就再生翻喺極樂世界，就喺嗰度咧成為一生補處。一生補處。咁呢個咧就係無量壽經嘅講法。無量壽經嘅講法。咁柯蘭，其有眾生生彼國者，皆悉具足32相。所有嘅眾生生喺西方世界呢，全部都具有32相，32種大人相。即係偉大嘅人物嘅象徵，智慧成滿，深入諸法，夠暢要妙，神通無礙，諸根明利啦。咁呢啲我哋上文都講好多啦。就去到西方世界咧，就會一一成就。其頓根者成就2忍。如果質素冇咁好嘅，咁至少有2種體證，一種係叫做音響忍，一種叫做柔順忍。你之前講過噶啦。咁大家查翻前面嘅經文就知啦，我哋之前講過，就係第48個願，就講過啦。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不即得至第1忍、第2忍、第3忍，就叫三法忍。於諸佛法不能即得不退轉者，不取正覺。三法忍呢，就分別係音響忍。就聽聞佛菩薩嘅名字教說，而有嘅體證叫音響忍。第2忍呢，就叫柔順忍，就6根清淨、慧心柔軟嘅體證。柔順主要就係講嗰個心嘅清淨、柔順柔軟嘅意思。就所以一聽聞佛法就好容易接受。你嘅心柔軟就好容易接受。唔會抗拒，唔會頂住嘅。第3法忍咧就無生法忍啦，無生法忍就正空嘅咯。咁而家咧你去到西方世界咧，咁你至少都得到前面嗰2個，至少得到音響忍同柔順忍先。其利根者得不可計無生法忍。如果你利根咧，你就第3法忍都得埋，叫第1法忍。第1法忍咧就叫無生法忍。第1意思即係最高、最殊勝。就夾埋頭先嗰2個就叫做3法忍咯。又彼菩薩乃至成佛，不受惡趣，神通自在，常息宿命啦。喺嗰度修行嘅菩薩，最後必得成佛，唔會再墮三惡趣。呢個上文講好多次嘅。其實何止係菩薩呢？能生西方嘅眾生一定唔會係再墮三惡趣嘅。只會向上嘅，唔會再墮落嘅，同埋會成就各種神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漏盡通，全部成就。所以咧，常息宿命啦，宿命就宿命通。隨生他方5濁惡世，示現同彼，如我國也。
就除咗嗰啲咧就自願往生其他世界五濁惡世嘅菩薩，去嗰個世界示現嘅菩薩之外，咁去到嗰個世界示現嘅菩薩咧就冇辦法啦，因為嗰個世界係五濁惡世，就唔係西方世界咁清淨，所以為咗示現，所以咧有一啲咧喺西方世界成就嘅功德嗰部咧，去到五濁惡世就冇啦。最後一句就話如我覺也，呢個我係邊個啊？呢個我咪就係釋迦牟尼佛咯。釋迦牟尼佛咧就話啦，咪好似我咁咯。釋迦牟尼佛話，因為點解？因為釋迦牟尼佛而家就喺呢個娑婆世界嘅五濁惡世嗰度啊嘛。咁所以佢話咧，咪好似我咁咯。嚟到呢個五濁惡世啊嘛，行此難行之事啊嘛，記唔記得啊？阿彌陀經咪在十方世界嘅諸佛讚歎阿彌陀佛，現廣長舌相說誠實言。咁啊讚歎阿彌陀佛，到最後阿彌陀經咪話點止讚歎阿彌陀佛，讚歎埋釋迦牟尼佛啊？點解要讚歎釋迦牟尼佛？因為釋迦牟尼佛喺呢個娑婆世界行此難行之事啊，做一件咁難嘅事啊，所以大家都好欣賞釋迦牟尼佛。咁而家就係話啦，有啲大菩薩乃至咧佛陀去到五濁惡世嘅時候，示現喺五濁惡世，咁西方世界一啲功德果報嘅呈現咧，就冇辦法喺五濁惡世裏邊呈現出嚟噶啦，所以就有例外啦。好，咁佛與阿難，佛陀咧就同阿難講。彼國菩薩成佛威神，一食之頃，就往詣十方無量世界，恭敬供養諸佛世尊。呢個意思上文講咗啦，一食之頃，一頓飯嘅時間就可以去到所有嘅世界禮拜諸佛，隨心所念，花香伎樂，衣蓋銅幡，無數無量供養之具，自然化生，應念即至。呢啲意思上文全部講過晒噶啦。一念之間咧，你要嘅供養諸佛嘅殊勝之物工具，全部就到噶啦，全部就有噶啦。真妙殊特，非世所有，節以奉散諸佛。奉散諸佛即係恭敬供養諸佛啦，及諸菩薩聲聞之眾，在虛空中化成花蓋，光色煅爍，煅爍即係閃耀，香氣普熏，其花周圓400里者，如是轉倍，乃覆3000大千世界，隨其前後以次化末。講咩呢？就講呢啲香花，呢啲供物散喺天空裏邊，就好似降下天雨一樣。一方面呢就顏色閃爍，一方面呢就香氣普熏。然之後咧，呢啲供物咧喺天上面降落嚟嘅時候，就圍繞成個世界400里咁寬闊，一路咁樣擴大，如是轉倍。然之後遍覆3000大千世界。講呢啲供物啦、工具，西方世界裏邊被供養嘅時候係咁樣被供養嘅，散喺天空上面，然之後一路擴大，慢慢徐徐落下。其諸菩薩簽言欣悦，簽者相同也，簽者同也。同言欣悦，大家一樣咁歡喜。於虛空中共奏天樂啦，就奏起天樂，以微妙音歌嘆佛德啦，就讚歎佛陀嘅功德。聽受經法，歡喜無量，就聽佛陀說法，內心非常歡喜。供養佛言，未食之前，忽然輕舉，還其本國。然之後供養所有嘅十方世界諸佛之後，一食飯未至咁短嘅時間，就翻去西方世界。言下之意就係西方世界嘅菩薩咯，就用呢啲供具，去到咧供養十方世界嘅諸佛，喺天空悠然墜下，完成呢個供具供養之事，就翻去阿彌陀佛嘅世界。佛與阿難，無量壽佛為諸聲聞菩薩天人頒宣法時。即係宣說佛法嘅時候，都悉集會七寶講堂，就聚集大家喺一個講堂，呢個講堂叫七寶講堂裏邊，呢個就係進行法會嘅地方，西方世界。
進行法會之處，講宣道教啊，道教即係佛法，演唱妙法，莫不歡喜，心解得道，大家都好歡喜啦。即時四方自然風起，吹七寶樹出五音聲。阿彌陀佛說法嘅時候呢，四方世界自然吹起各種微妙嘅微風，咁吹落去七寶杏樹，發出微妙嘅音聲啊！無量妙花隨風四散啦，自然供養如是不絕，喺天空裏邊微微降下，微微飄逸，一切諸天皆濟天上百千花香，萬種伎樂供養其佛。所有嘅神明就用天花嚟到供養諸佛及諸菩薩聲聞之種，同埋供養菩薩聲聞之種。普散花香，奏諸音樂，前後來往，更相開鼻。當思之時，希而快樂，不可勝言啊！就話喺呢個時候啊，無量壽佛說法，所有嘅諸天神明菩薩發出各種嘅功德供養諸佛乃至供養各大菩薩，自然化身各種微風，自然化身各種香氣，自然化身各種嘅天花，周遍流布，整個世界充滿。大家感到嘅快樂係冇辦法形容嘅，叫希然快樂，不可勝言。呢種就係真理流布嘅快樂。喺西方世界就大家能夠咧時常感受到。而呢種快樂係冇辦法用人間嘅語言形容嘅。佛告阿難：身彼佛國諸菩薩等，就講咧身喺西方世界嘅菩薩，佢哋嘅福德功德果報啦。所可講說，常宣正法，隨順智慧，無為無失。就佢哋嘅智慧咧，係點嘅呢？就時常能夠宣揚正法，隨順佢哋嘅智慧嚟到教化所有嘅眾生。無為無失，為就違反，失就係失亡，唔會違反，唔會失亡，或者忘失，唔會忘失咗嘅，即係唔會唔記得嘅。咁講乜嘢呢？喺當地呢啲菩薩就話啦：於其國土，所有萬物無我所心，無染着心，去來進止，情無所繫，隨意自在，無所識莫，無比無我，無敬無重啦。就講呢啲菩薩咧，去到嗰度咧，都能夠無我所，無我所即係冇自我嘅觀念，亦都冇自我嘅觀念嘅執着嘅對象，就叫做無我所。所就係對象。無我所咧，即係冇自我所執着嘅對象。你能夠咁，就一定係無我噶啦，能夠證無我。所以冇染着，因為無我，所以亦都唔會有染着，即係唔會有雜染，唔會有執着。去來進止，情無所繫，情無所繫就個心咧冇執着嘅意思啦。係即係着，係着即係執着。隨意自在，無所識莫，識者就親也，莫者係疏也。呢啲係古代嘅中文啦，冇話邊個特別親，冇話邊個特別疏，大家都係平等，平等心相處。無比無我，即係不分你我。無敬無重，競爭成敗呢啲係競，重就係是非，冇成敗嘅競爭，冇是非嘅觀念。現實世界就唔同啦，娑婆世界日日要競爭啦，做父母都要啲仔女贏在起跑線啦，係咪啊？贏在起跑線咪就係競爭觀念啫嘛，就係想去贏。生個 BB 出嚟就第一觀念就要去贏，唔好輸。所以而家生喺呢個娑婆世界真係罪孽深重，先會生嚟呢度嘅。因為一嚟到呢個世界，你嘅父母就訓練你贏，日日都要佢哋贏，學芭蕾舞學電腦，乜都要學，就怕個小朋友輸在起跑線啊嘛，冇時間開心成長，冇時間咧保留佢嗰個天性嘅天真，好快啲小朋友就冇晒啲天真。而家小朋友幾老積啊，係咪啊？佢講大人嘅嘢噶啦，好快就。個童年嘅天真好早就冇晒。天真就係人類天性嗰種純良，
嗰種咧爛漫嚇，嗰種咧冇污染嘅狀態啊嘛，好早就消磨晒。而家啲小朋友嚇，即係個教育就係咁樣，個社會教導出嚟係咁，商業社會嚇，西方文化呢種競爭嘅社會、資本主義嘅社會、自由主義嘅社會就係咁，到就係只能夠成功不能失敗啊！所以一失敗咧就好脆弱，就自毀放棄，自甘墮落啊！但係啊，呢個社會點能夠容納所有人都成功咧？冇可能嘅，而且呢個成功嘅觀念好狹隘噶嘛啊！呢個社會嘅意義下邊嘅成功觀念好狹隘噶，咁狹隘嘅成功嘅到就大部分人都失敗，大部分人失敗，個社會有冇辦法唔亂咧？冇辦法唔亂。因為佢已經被個社會嘅價值觀念定性咗，佢係失敗者，佢上唔到去，佢冇辦法所謂向上流動，流唔到上去，因為個金字塔嚟噶嘛，你點上去？上唔到去啊！咁呢啲被定性為失敗者、社會基層嘅人，佢到最後又有權力、又有慾望啊，又有自由嘅時候，佢咪反動咯。所以你睇到全世界都反動，呢個真係人類文化值得大反思。所以自由主義社會、西方呢種自由主義文化，到最後一定會引發全世界嘅大反動，即係年輕一代一定係同上一代割裂，一定係對立，一定係反抗，一定走極端思想，一定係咁嘅。啊！你睇歐洲已經知，歐洲已經四分五裂，啊幾個極左嘅政黨慢慢陸續上台啦，係嘛？陸陸續續全部由呢啲咧新進嘅反動嘅極端主義嘅去取得政權啦。歐洲社會已經係咁，自由到最後分裂，最後就各懷鬼胎，各自為咗自己嘅利益盤算。啊！咩全球化全部假嘅，冇辦法做得到嘅。所以咧呢啲就係嗱，你讀佛學要睇到啊，人類文化嘅危機。即係點解佛教嘅智慧係咁值得我哋守護嚇，咁值得我哋弘揚啊？你去到呢個層面，人類文化嘅層面，你就真係睇到啊！就係呢種講競爭、講自由、講權利嘅文化，到最後一定係令人類走向深淵嘅，一定走向深淵。人類嘅大悲劇、大災難嘅發源嚟嘅，一定係。所以你要解救人類嘅災難，你就要學佛教呢種思想，要無比無我、無敬無重，啊，就係平等，就係融合，啊，就係尊重唔同文化嘅價值，肯定各種文化咧都有獨一無二嘅價值先得。啊，嗱呢度就咁講咯。嗱，所以再講就於諸眾生得大慈悲饒益之心。咁呢啲菩薩咧就對於眾生咧都有慈悲嘅。好想饒益佢哋，柔軟調伏無憤恨心啊！啊，離蓋清淨蓋就係煩惱啦，無厭怠心啊，厭就係厭倦同埋懈怠，叫做厭怠心。等心、勝心、心心、定心、愛法、樂法、喜樂之心啊，只有呢啲心，用呢啲心嚟到滅諸煩惱，離惡趣心。究竟一切菩薩所行啊，實踐菩薩行，具足成就無量功德，得心禪定，諸通明慧，由至七覺，七覺即係七覺支嚇，即係37菩提分法裏邊嗰個七覺支。覺支啊，即係導致覺悟嘅要求有7種，就叫七覺支。咁啊，等心咧即係平等心，勝心即係殊勝心，心心即係慈悲心，定心就係不動心，不動搖。啊，咁啊去到西方世界咧，菩薩都有呢啲嘅質素。由至七覺，由至七覺咧，即係用七覺支嘅呢種修養嚟到咧去說法，就修心佛法啦，啊，修心佛法。就係喺個心嘅層面去修持佛法，心嘅層面修持佛法。下邊我哋可以講快啲啦嚇，呢兩段。肉眼清澈微不分了，天眼通達無量無限，法眼觀察就究竟諸道，慧眼啊見真能到彼岸啊！
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就五眼咯。最後就佛眼具足，覺了法性，以無礙智為人演說，成就五眼。你話肉眼呢，就能夠分了分明；天眼呢，就無量無限，任何事物都能夠觀見；法眼呢，就能夠發現真理；慧眼呢，就能到彼岸得解脫；佛眼就能夠發現法性啦，對法性即係最高實相能夠講啦。得觀三界，空無所有，自求佛法就具諸辯才咯，除滅眾生煩惱之患啦。從如來生解法如如，善知集滅音聲方便。集就集善之聚集，滅就滅苦滅惡。音聲就教化方便。不因細語，拗在正論。修諸善本，自崇佛道，知一切法皆悉寂滅啦。一切法如幻如化，咁啊為之寂滅。生身煩惱易如驅盡。咩叫易如呢？就係身體嘅果報嘅業力同埋煩惱呢兩種業力嘅剩餘殘餘就叫易如。第一係身體係業力嘅剩餘。第二就係你內心嘅煩惱，又係另一種業力嘅剩餘。跟住因此叫做易如，如即係剩餘，剩餘即係留低落嚟嘅嘢。留低落嚟嘅嘢就係前世嘅業因而產生嘅業力嘅剩餘，因此叫易如。咁呢兩種分別就係身體同埋內心嘅煩惱，就身心易如，全部滅盡。所以叫做生身煩惱易如驅盡，就係咁解啦。全部滅盡。聞甚深法，心不疑懼，聽到好深嘅佛法都唔會疑惑同恐懼。常能修行其大悲者，修大悲行，深遠微妙，微不復在。究竟一成至於彼岸，一成就一佛成，一佛成就最後必得成佛，咁啊叫做一成，一定能夠成佛。決斷疑妄，為由心出，一定斷除所有疑惑，喺煩惱嘅疑妄裏邊解決出嚟，就因為有咁嘅智慧嘅修養。咁下邊咧就譬如啦，於佛教法該羅無礙，該羅即係網羅冇嘢遺漏嘅。對於佛陀嘅教法係智慧如大海，三昧如山王，三昧就係禪定。慧光明淨超如日月，慧光就係智慧之光，超過日同埋月嘅。清白之法具足圓滿，猶如雪山，照諸功德等一淨故，平等清淨叫等一淨。猶如大地淨穢好惡無異心，好似大地咁容納所有清淨同污穢嘅嘢，係冇分別嘅。猶如淨水洗除塵勞諸垢染故，能夠清洗所有煩惱垢染。猶如火王大火，消滅一切煩惱身故，身就係啲木柴啦，消滅呢啲咧煩惱大火嘅木柴。猶如大風，生諸世界無障礙故，吹起所有冇障礙。大風係咁樣嘅。猶如虛空，虛空即係大空，於一切有無所着故，一切有即存在，係冇嘢會執着嘅。猶如蓮花，於諸世間無染污故，所有嘅世界嘅蓮花都係出污泥而不染嘅。猶如大乘，運在群盟，群盟即係眾生出生死故，帶領你哋出生死。猶如重雲，重雲即係重重疊疊嘅厚雲，震大發雷，覺未覺故，即係打雷，打大發雷，覺醒嗰啲未覺醒嘅人。猶如大雨，雨甘露發，潤眾生故，滋潤眾生，降下大發露雨，大甘露發雨，降下大甘露發雨，滋潤眾生。如金剛山，眾魔外道不能動故。如梵天王，於諸善法最上首故。如離區雷樹，普覆一切故。
離區雷咧，即係冇節咁解啊，一節一節無節啊，一路延伸到好遠好大嘅覆蓋嘅一棵咁嘅樹啊，呢啲都係奇妙之樹啦啊！喺娑婆世界難以可以見到嘅啊，呢啲咧異類之樹。普覆一切故，嗱，所以佢無節一路延伸到無限廣闊，所以就普覆一切，意思就係咁啦。啊，縱橫無限個距離啊，所以先可以普覆一切咯。如幽檀鉢花，稀有難遇故；如金翅鳥，威服外道故。金翅鳥嚇，天龍八部之一嚇，金翅鳥。如眾遊禽，遊禽即係啲小鳥，無所藏積故。啲小鳥咧往返覓食都唔會咧積藏啲咩嘢嘅。啊！即係唔需要積藏啲乜嘢嘢，藏積啲乜嘢嘢，啊過後即化係咁嘅意思。猶如牛王無能勝故，猶如象王善調伏故，如獅子王無所畏故，曠若虛空大慈等故，大慈大悲平等咁嘅意思啦。摧滅嫉妒之心啦，不譏勝故啦，啊唔會咧。有忌諱啦，對別人嘅優勝唔會有忌諱。嗱，專拗求法，心無厭足，常欲講說，自無疲倦。擊法鼓，見法同，耀慧日，除痴暗，修六和敬。六和敬咧就同人相處嘅六種修養：戒和敬、見和敬、行和敬、身持和敬、口持和敬、意持和敬。即係其實要慈悲啊，要同人一致，唔好有對立。六和敬就係咁嘅意思啊！即係同人相處喺團體裏邊就要有呢種修養，要持戒啦，要大家咧意見要一致啦，要一齊行動啦，同埋身口意咧三業咧要慈悲啦，咁啊叫六和敬。常行法師，智勇精進，心不退轉。嗱，呢啲大家都應該明白啦，我就唔長講啦。為世燈明，最勝福田，常為師道，等無爭礙，平等。無爭無礙，為拗正道，無餘恩戚。恩就係歡欣，戚就係憂戚，啊，即係唔會特別歡欣，亦都唔會特別憂戚嘅，即係冇執着，顯示自己個心。拔諸欲刺以安群生，功德殊勝莫不尊敬啦。滅三舊障，由諸神通。三舊障就係貪嗔癡啦。因力、緣力、意力、願力、方便之力、常力、善力、定力、慧力、多聞之力，啊，呢啲就係能力啦。啊，一個修行人應該有嘅能力啦，去到西方世界都成就啦。善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之力，正念止觀，止觀就係禪定。諸通明力，諸通明即係神通。如來調伏，諸眾生力，如是等力，一切具足啦！啊，所有嘅呢啲能力都具足。身色相好，功德辯才，具足莊嚴，無與等者，冇嘢比得上佢。恭敬供養，無量諸佛，常為諸佛所共稱歎。究竟菩薩諸波羅蜜，波羅蜜即係圓滿嘅修行，叫波羅蜜。修空無相，無願三昧，呢個叫三解脫門。不生不滅諸三昧門，遠離聲聞緣覺之地，啊，即係成為大乘菩薩。阿難，彼諸菩薩成就如是無量功德，我但為汝略言之言，若講說者8000萬劫不能窮盡啊！嗱，咁以上咧就讚歎喺西方世界以觀世音菩薩同埋大勢至菩薩為上首嘅呢啲菩薩嘅功德。咪到此咧又完咗一個章節噶啦，即係下文另一個章節咧就會講對眾生嘅勸喻，就勸大家，你縱使成就唔到上輩、中輩、下輩往生都好，你都要去。上中下三輩都覺得好難做喎，做唔到喎，你就放棄。咁佛陀咧就同彌勒菩薩講，唔好放棄，啊，好嘛？咁啊，下次就講下邊呢啲啊。